好，来继续过来看重大消息。明年的总统大选，民进党甲国民党拢有因的担心甲烦恼。先来看国民党初选的必胜也无法度抹平，上烦恼的就是一直有风声要来脱党参选的郭台铭。郭台铭若无来参加着国民党的全民代表大会，参党主席吴敦义拢讲联络袂到郭台铭。加上进前国民党的中评委叫韩国瑜都爱改酒。虽然韩国瑜是回应讲，伊做市长了后，将来毋捌啉酒醉，但是这嘛来透露着国民党内的大脑对韩国瑜的担心，嘛会当看出着韩国瑜的总统之路也是充满着未少的挑战。我建议他从现在开始绝不喝酒。国民党中评委赵秀波口肯讲爱改酒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有回应。到底有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？有没有仔细的观察？完全不了解讲这个话的想法是什么？我再重申一遍，身为高雄市市长，在这个职务上，不可能喝醉一次都不可能醉。强调讲敬酒是为了应酬啊接待外宾的时增加气氛。韩国瑜伫国民党全代会上被正式提名，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，不过初选对手郭台铭无出声，那也想要团结，无遐简单。我不知道他的电话，他不会留给我们电话。想要找伊嘛无电话，郭台铭被当作南洋内部敢法度团结的最大变数。郭台铭他应该看的是第一个，国民党能做什么；第二个，国民党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跟他沟通？那目前来看啊，包括国民党跟郭台铭都还在互相试探当中。郭台铭要自己选，9月联署都来得及，所以他起码还有1个多月的考虑时间。敢法度解读温柔，就看国民党什么时阵联络到郭台铭，不过初选的必选未曾处理好。党主席吴敦义又搁讲，原立新庄区路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头1名，引起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批评。那列入不分区第1名的话，他会坏了整个总统选举以及立委选举。希望能够请吴主席为了带动整个南京的市区，能够主动请缨投入艰困选区的立法委员的选举。随着国民党慢慢进入整合的阶段，所来每一步拢是关键，若牵动总统的选情，嘛甲立法院的席次有关系。